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原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半山一號，介紹呢間向東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半山一號12座，一個中層單位，實用1137尺。咁一入嚟，右邊係一個長形嘅廚房啦，左邊係有個個人套房。咁呢個個人房都算大嘅。呢個就向東。兩邊房，咁呢個景都開揚嘅，望到海景。體育館、獅子山，望咗兩間睡房先，佢啲房都大嘅，廁所有窗。個衣櫃位，另一邊係主人房，幾大呢個主人房？呢隻即係全部廁所都係名廁嘅。呢度樓齡新，近地鐵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